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者血糖已經開始偏高，有三件事你可能一直都做錯咗。第一，以為糖尿病只需要盯住血糖數字就搞掂。第二，以為乜嘢嘢都唔敢食，血糖就一定會好。第三，甚至更有意思嘅係，可能有人話俾你聽，只要改變食飯嘅順序，先食菜，最後食飯，咁樣食乜都冇所謂，係咪真係咁樣呢？我最近仔細睇咗美國糖尿病協會2026年新版糖尿病診療標準，仲有相關嘅最新醫學研究。睇完之後，我發現我真係應該要同大家講5件真正值得我哋中老年人注意嘅事。第一部分，糖尿病唔能夠只盯住血糖。呢度所講嘅亦就係第一件事，糖尿病治療唔能夠只係盯住血糖數字。一直以嚟有好多人一講糖尿病，第一反應就係空腹血糖係幾多，餐後血糖係幾多，糖化血紅蛋白係幾多。呢啲數字當然都非常重要，但係喺2026年版嘅 ADA 指南再次係咁樣強調嘅，對於同時有超重或者係肥胖嘅二型糖尿病患者，體重管理本身亦都係非常重要嘅治療目標。係乜嘢呢？因為減重唔只係為咗好睇，對於真正超重或者係肥胖嘅人嚟講，適當減重可以改善血糖、胰島素抵抗同埋一啲心血管危險因素。有一啲二型糖尿病患者喺明顯減重之後，甚至有機會達到所謂嘅糖尿病緩解之後。注意啊，我呢度講嘅係緩解，唔係治癒啊。亦即可以講喺一段時間裏邊，即使唔再用降糖藥，血糖仍然能夠維持喺非糖尿病範圍。但係呢度馬上有一個好重要嘅但是，千祈唔好聽到減肥能夠改善糖尿病就以為自己越瘦越好。唔係嘅，如果一個人本身已經係偏瘦，特別係上咗年紀以後，肌肉本來就喺度慢慢減少，呢個時候仲搏命減肥嘅話，有可能減嘅唔係脂肪，而係肌肉。咁肌肉對我哋到底有啲咩用呢？肌肉唔單止係使你有力氣，而且佢仲係身體利用葡萄糖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地方。隨住我哋中老年人嘅年紀越嚟越大，如果肌肉越嚟越少，再加上食得唔夠，蛋白質唔夠，人就好容易出現肌肉減少、虛弱、行路冇力氣、跌倒風險都會增加。所以糖尿病患者嘅目標從來唔係話越輕越好，而應該係如果你係超重肥胖，就應該要合理咁減掉多餘嘅脂肪。但係如果你本來就已經係偏瘦，特別係肌肉已經係嚴重不足，重點反而應該放喺營養同埋保持肌肉上面。呢兩種人所走嘅方向完全唔一樣。跟住我哋繼續講第二部分，先食菜後食飯究竟有冇用？呢一個問題非常有意思。食飯順序係咪真係會影響餐後血糖呢？答案係會。而家已經有唔少研究發現，同樣係一餐飯，如果係先食蔬菜，跟住係蛋白質，再將米飯、麵條呢一類主要碳水化合物放喺後邊食，
餐後嘅血糖上升可能係會比較平穩。最新嘅研究啊，亦都發現，亦都支持碳水最後食可以降低餐後血糖。所以如果你平時嘅習慣係一上台啊，先食半碗白飯，然後先至慢慢食菜，你可以嘗試將個順序啊反過嚟，先食蔬菜，再食魚、肉、蛋、豆製品，最後先至食米飯、麵條呢一啲主食。呢一個係一個非常簡單而且可能係有幫助嘅方法，但係喺呢度呢，經常被人哋誤解。有人會點樣講？既然食飯順序咁重要，咁我就只要先食菜，最後食飯，中間食乜嘢都冇所謂啦。呢句話係錯嘅，點解係錯呢？我舉一個非常簡單嘅例子。假如你先食咗一碟青菜，再食一啲魚，然後食2碗白米飯，最後再食一塊蛋糕，順序雖然係完全正確，但係最後進入身體嘅碳水化合物嘅總熱量仍然係非常高。同樣道理，如果最後食嘅係大量嘅精製澱粉、甜食或者係高熱量食品，單單係靠一個最後先食，完全唔可能將前面嘅飲食問題全部抵消。所以可以咁講，食飯順序係乜嘢呢？佢只不過係一個小技巧，千祈唔好以為呢個係一張隨便可以食嘅通行證。所以真正長期決定血糖管理效果嘅，仲係要注意食乜嘢、食幾多、自己整體飲食結構、自己嘅體重、有冇運動，以及有冇按照醫生制定嘅方案接受治療。所以我特別想將呢一句話講清楚，食飯順序好重要，但係千祈唔好將佢神化。下面繼續講第3部分，主食唔係敵人，主食唔係敵人呢一句話應該點樣理解呢？好多人血糖一高就怕米飯唔敢食，麵條唔敢食，饅頭唔敢食，麵包唔敢食，最好連所有碳水化合物全部都戒食。事實上真係冇必要走到咁極端，真正值得注意嘅係主食嘅質量。一個好實用嘅方法就係將一部分精製穀物慢慢換成全穀物。咁乜嘢叫做全穀物呢？我俾大家幾個去超市都能夠認出嚟嘅例子，譬如講糙米、燕麥、大麥、藜麥、芥麥、全麥麵包、全麥意大利麵，呢啲都可以作為選擇。但係大家買嘢嘅時候仲要注意包裝上邊寫住麥或者係雜糧或者係穀物，唔代表佢哋一定係真正嘅全穀物食品。尤其係買麵包嘅時候，可以將個包裝翻過嚟睇一睇後邊嗰個配方，千祈唔好只係睇到正面寫住健康穀物幾個大字就真係以為係健康穀物。嗰啲白米、普通白麵條、白麵包以及大量使用精製麵粉做出嚟嘅糕點餅乾都係屬於精製穀物。2026年美國新版嘅糖尿病診療嘅原則，唔係話叫大家完全唔食碳水化合物，而係鼓勵選擇質量更好嘅碳水化合物，譬如講全穀物、豆類、蔬菜、水果等等。所以如果你已經食咗幾十年嘅白米飯，點辦呢？
並唔係話叫你今日睇完我呢條片啊，即刻走返屋企啊，將屋企裏邊嘅白米啊全部抌咗，完全冇必要，完全可以慢慢改。以前呢，煮飯全部用白米，開始嘅時候可以嘗試啊攞出一啲白米出嚟，然後啊用一啲全穀物去代替，習慣以後再慢慢調整。如果能夠堅持5年、10年嘅改變，會比突然間堅持3個星期，然後全部放棄啊更加有意義。年紀大啦，千祈唔好淨係諗住食少啲。糖尿病患者啊，我覺得呢一件事啊，特別到咗50歲、60歲以後啊，特別要注意。好多糖尿病患者有一個誤區，佢哋總係咁樣諗：我要控制血糖，所以我要食得特別清淡，最後變成肉唔敢食、蛋唔敢食、奶唔敢飲，結果體重真係輕咗。但係同時肌肉亦都會越嚟越少，咁就麻煩咯。因為隨住年齡增長，我哋本來就會逐漸流失肌肉，如果再加上營養唔夠、蛋白質攝入不足，加上活動太少，就更加容易出現肌少症同埋虛弱。所以對於中老年糖尿病患者嚟講，我哋唔單止只係問我今日少食咗幾多，而更加應該要問我有冇保住自己嘅肌肉。雞蛋、魚、瘦肉、牛奶、豆製品都可以成為蛋白質嘅來源。身體條件允許嘅話，適當嘅活動，特別係有助於維持肌肉嘅活動，呢個係非常重要嘅。當然啦，蛋白質唔係話越多越好，到底應該食幾多，真係要根據每一個人嘅年齡、體重、營養狀況同埋腎功能呢啲情況嚟決定。特別係嗰啲已經有腎臟疾病嘅人，千祈唔好睇到網上嘅一啲數字就自己搏命咁加蛋白質。總之就係要根據各人自己嘅情況而決定。講到呢度，我其實特別有感觸。最近呢段時間，我同太太帶住我哋屋企嘅感冒 Tiger， 開住一部 RV 車出去旅行咗一趟，一路開車遛狗喺唔同嘅地方停落嚟走一走。翻嚟以後，我越嚟越覺得我哋呢個年紀談健康，真嘅唔係只剩下一個數字。血糖係一個數字，體重亦係一個數字，但健康最後嘅目的就係使我哋仲有體力出去行一行、走一走，有能力去睇睇外面嘅世界。我上一條片啊，啱啱發咗一條完全唔一樣嘅視頻，嗰個視頻嘅題目叫做兩個人一隻金毛一輛 RV。呢段時間我哋去咗邊度？如果你平時除咗健康話題，亦喜歡睇睇旅行同生活，等睇完今期呢一條片有興趣可以再去睇一睇我上一條片。好啦，下面我繼續翻嚟講一講有關糖尿病嘅第5部分。冇糖兩個字，千祈唔好太過於相信。唔少糖尿病嘅病人去到超市買嘢嘅時候，睇到無糖兩個字就以為可以隨便食。佢哋會睇到無糖餅乾、無糖蛋糕、無糖飲料，各種各樣所謂嘅糖尿病食品。好多人一睇見包裝上無糖呢兩個字，馬上就覺得呢個安全，我有糖尿病可以放心食。其實係唔咁簡單，因為冇添加糖或者無糖，並唔代表呢個食品唔係碳水化合物，亦唔代表佢唔會影響你嘅血糖。譬如講一啲無糖餅乾、無糖糕點，
主要原料仍然可能係精製麵粉同埋澱粉。另外呢，為咗改善口感，仲可能裏邊含有唔少嘅脂肪同熱量。所以呢，日後去超市唔好淨係睇到包裝上邊無糖呢啲字樣，應該要認真睇一睇佢嘅成分表，睇下佢嘅總碳水化合物係幾多，膳食纖維係幾多，總熱量係幾多。咁樣做比淨係睇無糖咁樣嘅字樣呢，就重要得多。最後啊，我想將今日講嘅上邊咁多嘢濃縮成3句話。第一，如果你超重或者係肥胖，體重管理係非常重要。但如果本來你已經偏瘦，肌肉又少，就千祈唔好盲目追求繼續減重。第二，食飯嘅順序確實可以利用，但係佢只係一個工具。先食菜，最後食飯，並唔代表最後想食幾多就食幾多。第三，糖尿病飲食唔係話呢個唔能夠食，嗰個亦唔能夠食。真正重要嘅係食物質量、份量同埋長期能夠堅持嘅飲食習慣。所以我越嚟越覺得控糖最怕嘅唔係話你偶然有一餐飯食得係咪完美，最怕嘅係相信咗一個所謂嘅秘笈，然後將所有希望都放喺呢一個秘笈上邊，只係食某一種食品，完全唔食主食，瘋狂減肥，或者以為改變一下食飯順序都可以解決。醫學從來都唔係咁簡單，真正靠譜嘅糖尿病管理係將飲食、活動、體重、睡眠、血糖監測，仲有醫生根據你個人情況制定嘅醫療方案，一啲一啲咁組合起上嚟。有一句非常重要嘅話要講，如果你而家正喺度食緊糖尿病藥物或者使用胰島素，唔好因為睇咗任何一個健康視頻就自己停藥或者係改變劑量。生活方式改善之後，藥物需唔需要調整，應該交俾你嘅醫生去判斷。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如果你覺得我今日所講嘅5件事有一件係你過去一直理解錯嘅，亦歡迎你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係邊一件。我係方良，我哋下期再見。呢一條視頻嘅內容僅僅作為健康科普，唔能夠替代醫生嘅診斷或者係你個人嘅治療建議。